10大神农，吼，应该以前报道新闻，如果感觉讲非常难得到，一定係，因為呀，如迄眼的台灣農業界嘅奧斯卡嘛，錯冇？奧斯卡最佳男主角、女主角，係咪？啊，唔係106年的時間得到嘅，啊，唔家下安尼係一多年前啊，87年，唔安尼係做19得到。2010年啦，2010年，19年。哈，可是你会有放一个目标说，我要得神农种哈？应该没有吧？冇咧，冇想过咧。就家下推荐新新农种嘅该推荐嘅吼，买农费啦，吼农费了签啊，安尼做得吼。当然我看佢看到面向啦，你看到冇强调嘅，佢咁多安尼做得，佢就安尼推荐，吼啊推荐以來一路啦，吼，到拍沙拍的农民吼嘛就比賽啦，吼啊怎樣就是才會出現啦。咁你得到嘅時間係乜嘅感覺啊？當然得到獎吼，心肝都感動啦，吼，很感動啦，就覺得特別感到做農吼，很辛苦，當辛苦一件事情吼。咁我看到了做農嘅囡仔像大家看到佢是社會較代產的吼，就是比較底層，就覺得是這樣子。啊，得獎以後，我感到到自家安樣本大家看到吼，就會覺得那個榮耀感，做農的榮耀感會由心而生。你喺某個時節開始感覺，我做一個農人其實蠻光榮的。應該是吼做有機農業呢一件事情吼，你冇用藥嘅，冇農藥吼，然後發好配吼，佢本一般人食到安尼自家種嘅東西，其實冇毒嘅吼，唔會傷害安尼自家嘅健康吼。啊，佢若本到咗咧掠到人咧感謝你吼，哦，家下種感覺到完全冇強調